南投的草屯昨暗有一个姓曾的查甫人，讲伊长期拢互厝边跟踪，伊向厝边一对姓黄的爸仔囝泼硫酸。70岁爸爸目睭是互泼着，后生是骹佮手拢着伤，送病院。加上爸仔囝拢无性命的危险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这个姓曾的查甫人情绪无介稳定，也毋过详细犯案的动机，警方搁在调查。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将受伤的黄姓男子送上救护车，嘛对着伊70岁父亲，以生理食盐水来清洗面部，因为两人拢疑似被强酸所伤。眼睛遭到波及，然后9两的话，再送他的那个儿子的话还好，那四肢的话虽然是有一点灼伤，但是的话用水冲的话，其实送医还好。 两个人紧急送医，加在无性命危险。不过70岁黄姓老翁由于伤及着目睭，目前搁伫救治当中。代志发生伫14号暗时住伫南投草屯的曾姓男子，自称受到厝边长期的跟踪。当日暗时疑似情绪无稳，摕着洗厕所用的硫酸，对着厝边黄姓夫子来泼，造成两个人受伤。警方除了紧的到场来处理，为求谨慎，嘛将疑似泼酸的曾姓男子送医。现场员警立即通报救护车，将伤者送医，并将犯嫌强制就医。牵拖狗仔甲影响因囝。 被判生的黄姓父子家属表示相当无奈，不过曾姓男子的家属是表示是为着家己保护家己才反击。警方表示，男子的情绪状况以及相关的案情，该后续调查厘清。记者南投采访报道。